听着，欢迎人搁再倒对来面的福建的节目。这礼拜我要甲人讲的就是，哎呀，唔对，爱讲。我要介绍大家嘉宾，这礼拜真正过了无办档啊，使讲几个数了，所以我倒转来甲人讲几个数。喂。哈是咩？冇啦，我只看我两隻頭，我只我兩隻頭，冇啦。等我睡幾個你有大家來拜年了500個 episode 了，就是19啦是。個月啊，sorry 未記佢嚟先。แล้ว吹一次19號嘛曉？嚇，哎呀，都不是講阿嬷啦。好似你琴日嘅歌，成個都笑聽嗰啲入邊就已經嘅呢。啲歌啦。OK， 歡迎這禮拜講句，哇！你看啦，青子佢係病嘅，你當見你看伊。係啦。我講聽啊，落架了冇 HD 啊，一直兩個 HD 啊。I make 話 look 個俾你嗬。哦，先嚟，iMac。哇！你看，你我係 MacBook sudah mati 嘛，I 我 see 係 MacBook chip 你了 sudah mati。你看青子嘅手機掉掉一粒菜本看到，地菜。有咯，買下。你注意呐，頂面手機嘅手機。我好你看我買，我真正我買你點當嗌喂？係，會使？大媽冇看到嘛？單啊，我叫你好你看啊。讓大媽貴先正是一笑啊嘛，你貴啊嘛，你是。哇！笑啦笑啦，一時你播出嚟，你可以加部影咩？加黑管都冇嚇，黑管都冇，黑管都冇，哇！咁邊嚟？黑管都冇，糊啊糊，黑管嚇，糊。糊嚟。嗯。哦，我想講隻大梨咩？真係細梨出邊哦。我買6嘢，我買6嘢。辣豆腐啊！啊，我調叫我咗。香點加一個中一條一對有到啲伊落拎頭整落粒啊，搖搖搖。我講你糊落粒嘅掉到啲拎頭整啊，你搖搖搖成個 stripper 呢。我有6嘢啊！我有6嘢。你有6粒拎啊？你今日有6粒？別半係杜寶12粒。誒，嗱，講幾個數啊？咩？幾個數？定住時候，到啲迄個變零百會講幾個數啊？來刺激咯！所以後當今我嗰邊，我被放落已經放起啦，當今當一個 episode 出嚟是已經放啊，特別落嘅時候被放過。OK，now， 但係我要叫住講幾個數，我要叫柏林殺柏林講俾講幾日到啊，無限在掉柏林 finally 嚟掉啊！嚇？講啲幾個數啊？嚇！我就是講嘢，講你呢，講我大，咁呢個做飯係使啊做飯。做飯你講啊！做飯你唔是講緊咗幾個數啊？嚇！你時我去嘅講變成睇嘅時嗬，我朋友直接叫我講啊，我想無啦，咁樣我想就是你做飯嘅有時。講下。我試下你試下。我盡量 repeat 一款嘅飯嘅。哦。แล้ว未記嘅七包叫我等。嚇？未記嘅七包叫我等嚇。
我成日特別扮嘅未見穿 uniform 去個學堂嘅時啊。这个是几个数咩？哟，係幾個數嘅特別嘛？啊，我辦事就搞是有一大堆嘅迄個啥妖怪，好多地。哦，叫 monster miss 啊，真濟啦。然後我嘛是真驚，我真驚，我就是念經咯。就是我是 Buddhist 嘛，我就念迄個我念迄個觀世音菩薩啊，咪念迄物件啊。然後我變就是我一直念了吼，我就做夢時啊，我就感覺是個我人就甲浮起來安呐。哦。一隻浮起來，我嗰隻念，嗰隻浮了，就念浮到只關，做正面啊吼。然後我看落來下，佢又怪到做下入面接話咯，然後就做正面咯，就正歡喜啊咯，然後就請嘢，我就 repeat 啊嘛，然後做行，然後就唔做啊。但係你浮起來時，你未看到你自己啊？啊？你抱起來是未看到你個機啊，敢若看到你禽獸個啦。抱起來是無看到我個機啦，我就是看，我看你下骹看迄個妖怪啊，用個下骹嚟個了，我就入去招啊嘛，我就是食 release 咁咯，然後我就請咯。有可能是。repeat 啊，你我講了，大漢咧我就唔做啦。然後你把我個機把看過幾哦？我就記啊，唔捌啦。我捌聽人講幾個數啊？聽人講有啊，啲上歲數啊。嚇？上無啊？上歲數，上歲數啊，就啲聽人講有啦。你捌聽人講係講嚇？聽人講係，因為我上先嚇，會嘛？使。日本鏡。Tolong lu esai mute lu microphone be. Hana, Jepun kian le mute le mic. Okay, there. Thank you. Okay. 有叫咧我咁使。แล้ว清子啊，你 last time 我媽甲我講，你聽到我真驚，你講個數嚇，一直直甲我 repeat，直直甲我講，就是迄個我陪嚼誒。該記你講，我媽直直講，哎呦，我聽我該刺激。佢咧是有咩個數？係咪我陪？嗱，這個啦，陪嚼。就是咧是有咩個數？我係 Serendai apartment 啊，伊 golf course 啊the 14 or 15 hole 啊，有 sand bunkers 嘛 ，there are 7 sand bunkers around the green 嘛，แล้ว伊嗰邊嘅位啊，真正我嘅巴就死了誒，แล้ว我人搞嗰邊，我看伊刷個了，我嚼個了，我說咩？我係家己咯，我講人無做類工，所以講唔是我人做，我行過啊，看到伊咧。我甲你講，你就你笑我誒，國司老闆啊，係咪是司老闆？司老闆啦，多咗啦，司老闆。較大個多咗，伊是甲我啥，我係 raise 呢關啊，伊個皮啊，伊人正面甲了無穿衫又穿上啊短褲呢，然後就一行落歪去歪來，了伊皮啊。哦，我知，伊人senoi ilang sakai ilang kyo i orang bunyian. Yeah. 唔是我諗啊。短啲衰位誒，你bunyian嚟。你拍球嘅波是我嘅衰嘛，一啲衰卡嘛，所以orang bunyian。orang kami。呢叫做 orang kami ingkot yang。嚇 ？orang kami。Bunyian係那個成個聲咧，bunyian 啊。bo，sangka sembunyi。sembunyi lah。
spell 是 B U N Y I A N。bunyi 是逃避起來嘅款嗬，逃避嘅sembunyi 逃避起來嘅款嗬。所以人做戲可以夾爹是 orang bunyian 咯。哦，伊行路啊，伊唔是像咱行路呢呀，伊彎去歪來，彎去歪來呢。誒，按照你笑你講嘛是應該是伊看伊家己 personally witness 嘛，所以大家別 come up with something 咩？如果在對好有呢本嘢呢物件。我知是因為我啲多啲馬來亞是我做scouting 嘅時，人去 camping 嘛，所以人去 camping 嘅時候，特別伊個較老嘅、較 senior 嘅 scout 被嚇人啊，伊人講人聽阿妹嘅事啊，你人特別對一個山，伊人調到一個山去幫助嘅位，伊人講你要去幫助嘅時，你特別見伊個山對伊山，啊無你若是碰去啲那邊伊個山嘅位啊。orang bunyian ni lah lihat lu. Tapi engkau tiang ah. Bunyian ah, dia lu kau betul ye lu cayo. 我冇得係齋，我都冇看到，我唔知，怪唔啲人講我聽，我冇得係齋。Unless 你有下咧 third eye or supernatural， baru kau 看到誒。Bunyian啊，呀，我都冇相信嗰個物件。一講。我頭邊啊，我即個啊，我翕相就按我handphone 就，特別我轉去我要可以個 captain 看，我open 我 photo 嘅發啦，冇半行嘅。是咯，哎呀，冇條指示就嚟看你流口呢啦。哎呀，你想我唔知流口是安怎看咩？我癲啊！特別即係。Bunyian si, isang ka hamiao. Wag kalugong ha.我表哥好笑嘅。情子。呀。Ini bunyian sang ka rib van wrinkle ane kwan ni similarity 你知咯？伊配one fall after another. 呢就係上個 fruit 呢。安尼款呢啊。呢度安尼啊。冇意思，伊較 light brown 呢 ，light brown 呢。你看到幾隻？你會看到幾隻？攞晒啊！我甲攞晒啊！你講 about waist high 呢？成個腰呢關？你伊個邊是老人哦？多樣啦。唔是，多樣扎出來嘅咩？伊頭殼大哦。頭殼較大過伊成句。多樣啦。多樣啦。多樣頭殼多樣。成人公司老闆。那是講頭殼大成句寫咗，伊是多樣來，規件來。我諗拍球真齋咗。大媽英國上講司老闆是 police。哦，那你看。耶！嗱，你看一頭。我未看到。呀，是係咪？我拍球真齋咗。抓你看呢，我抓我幫大看。我幫大看袂到，無我幫大袂到誒。即係啥物？好用。我是看bunyian嘅頭，特別我看成個是baboon。伊喙精，你看伊喙。冇啦，伊面有款嘅啦，伊面。伊lips 安尼款嘅奇怪。我一頭有一個鐵釘喺入邊，落係一個鐵釘。冇小心擦掉。假啦，係你假，我看到。我 excuse me，係你人我看唔是安尼款嘅面嘅。哦，即係最看你你頂面你看你頂面呢？你頂面你不知道多了咩？多樣唔是見啦。係你今日看到白椒嘅啦。即係唔使講啦。即係si kisah misteri bertemu orang bunyian di kebun dekat hutan. Oh, nah. Hey, on the right side. Tapai si dekat hutan ni. Lu聽到人講嘅故事啊，orang bunyian講tapai dekat. 你看 on the right side 有一個成個 ED 嘅，你看只成 ED 嘅 right side。你青色嘅就冇定。我未看到啊。冇啦，伊成個開心啊呢。開心。
喺上個字學你我係睇下這個啊仲講個一個這嚇，唔是喺什麼係咪叫做人參啊？是哦，人參我想講，我想講我本來學嘅人開參啊，不是人參咩喂？我未曉。人參啊，人參是係人咪？參人參。哦，因為我本來學嘅人參嘅咩？哦，唔是本來學嘅你聽講係數。哎呦，这个有影子啊！看係心會食啦，係咪係心？唔是真係。我去我哋係咪被食係心？反正攏一人講，時候一人就在講，我聽唔到攏個啦。哎，你看这个，就看这个有影真正惊，这个是波抓的，小英，要一家啦。即係可能有等嚟嗬。我有等啊先，嗱，但我未到對青椒你講你看到嘅啊？3 can 啊，攞3 can。誒，無啊，這個是人嚟啊！我每英國獎一條啊，啊，英國獎你無相信這個鬼啊，要亂來這鬼嘅小英嘅嚇。一 Google search 啦嘛。internet 啦，這唔是話嘅，這是 internet，那這 internet 一卡這本是嘅。咁啊，你看到你冇對，冇對咪是只哎呀，我嘅。看到樓下有一個白頭毛誒，哦，女樓卡你，看唔見咧？我看變，我都看到伊面去啦，變白晒去啦。但係有一個白頭毛誒，但係有一個白白頭毛嘅呢？啊，你白頭毛成個日本啊是當人嘅鬼嘅呢，我講你啊。嚇，少嘅係你嘅誒，青字椒你講就佢不你無啦。呢，成個你 capsi。青子，你會迄個，你看到迄個鬼囝是有，伊個目睭是紅色的哦。我去做嘢哇，南西你緊張嘅做，南西做法術咧嗬，呢等我等啊，南西南西鬼之前鬼話未了嘅啩，跳檔，南西你做法術了，跳檔。John 嚇， John 啊，我拎我最緊諗住邊咧嘅點先嚇，阿龍請我人去看伊邊咧拍一個 movie 啊，嚇，即個7月半嘅鬼對來嘅啊，哦，是唔是你阿三嘅？哈，我不看過呀，阿志出，名是係咩？伊名是咩？咩條？The Maid 條阿孫，The Maid 條， ，The Maid，哈，哎呦，看了該驚咗咯，我不看到。誒，不，咱咪講，我要聽講你正，我要聽你正個數。I think 青椒乜時看到誒？哎呦，我看到我都定咗。我係小妹會看到啦，我小妹看到咧，伊有 describe 好啊，但伊看到伊無驚呀。兩是對少，that means 伊你冇有誒，I think。我無看到 ，but I can sense 啦。青子係只你唔是講你看到咩？你講看無到。看啥物？你啦，細隻。係咩？迄個是看到是真正看到，我嘅家己嘛看到，我嘅 Krishna 嘛看到。你看到嘅時，你有定哦？我無定，我看到迄點聲嘅時，我係心動，所以我起行 ，because 迄個 golf club 啊，人個咧有 hold license 嘅啊。伊家己 supposed to look after 伊個 the condition of the golf course，伊人無做伊工嘛，所以我問 Krishna 我講，你貼你就愛，你嘅工你咪做。所以我要翕相，我要轉去韓國 captain 看嘛。是你想講係是囡仔，是想講上面大家你無想講是係咪物件嚟咩？伊人 golf caddy 家嘅，伊人有細聲，你回我回講，係你快，但是逐人去嗰邊嘅咧，就嚟好度拍啊！我人叫嚟好 Seven Sisters because of the seven sand bunkers，伊人就講快拍。哦，快拍，快係走緊啦。啊！maybe 想一陣我人無相信，我人想講，伊要叫人快拍，後尾後路 set 好，伊人
among the caddies yang also bet among themselves who of the golfers they caddying for will win the betting 嘛。你想哦，แล้วก็另外一个惊就是你讲迄个咯，你ranjit 的呀，ranjit 看到呀。你这是啊，这是只惊哈，这是只惊。你给我看到？这些我有看到，我看到伊行入去讲把尾入去的 church， 我驶我车到我边伊家己无去。第二道个有个嘛，第二道咱只个看到下你讲。了第二道我无伫暗暝点声讲7点几，差不多要暗的点声，伊看到一个人坐去迄个 steps of the church 叫去敲。所以我去迄个人甲伊讲，伊要找师傅。你就惊啊你，我听到我惊。了，你特别。我讲我逐摆我看到啊，我袂晓想讲迄个是鬼来着。我想迄个人做唔着，我心要倒开来讲，乜哪会使做呢？看，所以我命人就话讲，你袂使互伊人入去暗了，袂使去用只慢了。你无想到外人要入去嘛。你会啊，顶你会看到，你个注细字淡薄啦，啊咩细字毋是叫你惊啦，细字是讲叫你注意看啦，别倒个来甲边，我甲你讲故事。会看到的是，只会看到的是分南西。阿 John 啊，他11点半了，要我家己一人住，你莫甲我讲安尼哈。不要紧啦，无毋是你厝，毋是讲厝时，我讲出去个口时，厝时 OK 平安。今天成交去来厝看者嘛，知有无啦？伊唔通啊，我唔通啊，我惊。南西，你来啊，你来新疆啊，我会隔壁啊，我会正手会隔壁啊。迄一间厝有物件呀！讲来，佢讲无物件，特别讲无物件，讲就是有啊，来，咁样讲。我去啊看。乱在在。迄间厝咧是环仔的厝来，伊是做兵的，伊古早做兵的点啥？伊入去扒了啊，人伊着伤了，伊骹。一边就要站 from the knee downwards 啦，所以买迄个厝上啊 investment 了，随互人有赚 income 咯。逐人住咧厝住袂久诶。我新鲜我来 KL 点啥？我会想问讲，我随即间厝我住诶，隔壁有3个 bachelor 叫长人诶。伊人住个6个月安尼，看了伊人搬厝了啊。一个家个一个家来啊，大无久几个月走诶就。The last one to 大是伊个出租诶亲情就查某来，伊做银行诶 officer 诶，伊大好边，啥顾厝互伊个亲情，我伊个condo去安邦诶位起无好。伊讲到起来，伊就搬出了。然后伊家己一人一个查某，伊叫过一个伊个好朋友去学甲伊个 from East Malaysia 带甲伊做伊 housemate。然后过一间房间，伊随互一个长人了，槟榔个 also 银行个 officer 来。迄个一个长人个好朋友甲我，伊做朋友甲我，伊人个厝啊，一日干嘛伊个 water tank 若是漏啊物啊无水啊，所以即一个长人诶 housemate 啊，就叫我啦，伊过来我为来掌握下面，了有时像拜六暗，伊人了出去，伊家己一人毋敢住，伊过来我为来看电视机甲我就，所以one day我问伊啦，我讲你住迄边厝无平安咩？你安尼你家己一人你无朋友出去啊？伊讲毋是，伊讲我住迄边啊，迄一间房间啊，住了袂爽诶咋？逐摆哦，像影一个人行过，特别我厝内找无呀。了我想起 the family before 即个3个查某大啊，伊个某 that time 啊，特别差不多要生囝，了伊人。
好朋友甲我咧，等我个做工，我个趁公司嘅車咧，我家己嘅車咧，樣若是車歹啊，我招伊人我用我嘅車咋。嚇，這是 before 你換那邊啦。啊 ？before 換那邊嘅事啦。無買，無人咧一間厝買厝。哦 ，before 你換那度啊？哦，換那是跟他衰呢，OK。衰呢。嚇 ，OK。伊某生囝咧，我過去去看伊個 baby 嘛，所以伊甲我講啊。我看伊掉一啥一蛋解呢，我問伊看，安怎亂會天生都特別掉一蛋解就，伊看我咧，伊是沙拉瓦囝來着，伊看我咧成日唔知愛講咪講，有一擺頭流出來哦，伊講無，伊講這間厝啊，有一個物件誒，我阿甲啊，迄個厝主，互伊人看啊，伊有一個啥？伊神伊啥拿刀呢？伊神伊請來過伊厝咗。แล้ว迄個一個神啊，大起個厝啊，若是伊看都無啱，你突出去大邊厝無啱，甲伊來插亂路誒。哦。敢若當今啊，伊修理厝做甲會水啊，人來看厝無人伊袂無人要水伊厝。所以南西你來時，我互你，我未接啦，伊厝你徛去邊仔你看。我甲你講啊，我有motion sensor 嘛是哦。我嘅厝，有時啊2點3點我 motion sensor 家己彈嘅咯。唔通。แล้ว我 motion sensor 若是彈啊，我舉我嘅 iPad 還是我嘅 iPhone 啊來看伊 CCTV 啊，看無人嘅。無人接我厝，無人來插亂。貓叫佢本會手我厝嘅 motion sensor，貓本是會唔是咩？未南西，我嘅 motion sensor is triggered by critical mass。你特別 over 20 kilos 吧，你甲會 trigger off 嘅。全阿倍嘅貓。Garfield 嘅會。特別 Garfield 嘅 trigger。你看若是postman， 我若是 on 日時啊。postman 來也是 meter reader 來我嘅 gate 啊，伊 motion sensor 家己會彈嘅，所以日時我唔敢係 motion sensor 啊，冇正抄人。是咯，我本時有啊，我貴厝嘅啦 motion sensor。誒，我另外一個，亂得死。阿龍來啊，後邊阿龍來啊，到底 Skype 嚟。嚇，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誒，咩貴啊啦，真正貴啊，貴嘅事啊。龍啊！不要緊，我本是關仔，貴是正本嘅嘛。呀，阿龍哈，這邊阿龍路來 KL 咯，27號路來哦。嗰啲是有啦。有啊 ，OK。OK，咱去食是翕相應啊。咁嚟有工啊，即係咁嚟面冇講唔咁樣。有啊，同伊講，特別我俾每阿龍，你已經跪險啊，係你告訴你講你俾教我講嘅。哦，好，會使。誒，其實你告訴我之前講我都聽過咧嘛，我係使講我大家聽啊，同佢。哈，哦，你 personally 教我講啊 ，OK。你等教伊。我好似是我唔記得啦。因為我有一個月咁時有一個 show 嘛，有真少人來看嘅其實。然後我講到我 office 嘅故事了 ，office 嘅故事啲咱嘅 podcast 裏面本講過嘅，所以其實我講嘅是我厝內嘅故事咯。而且我直接聽到我自己講話，係咪數啊？你聽到 echo 啊？聽到你自己講話？我直接聽到我自己嘅聲。阿龍這故事是你教我人講嘅時候。Maybe 佢聽講過啊。冇個亂講過啊！你做每隻就囡仔嚟嘛？冇啊！用你請我人看啲係咪記啊？囡仔嚟嘛，你做每隻。對。OK，我好似我一個月咁時咧，嗬，我 show 咧，我 start 到講，我有一個朋友佢做 Nancy 嘅，係啦，我朋友 Nancy 咧做啲12我嘅，係啦，12我咧嗬，伊就冇乜嚟佢我係厝嘅，係啦，特別咧。我買了厝櫃後是舊年before Valentine's Day 啦，我買厝櫃後咧，我搬一個大了，我一個朋友咧，到底12我嘅 Nancy 當在就好啊啦嚇，係了 Nancy 就講，伊嘅感覺咧，我厝裏面有一個囡仔喺邊。你聽到你講幾多當然冇聽到啦。OK，係了，
我有 describe 我厝啊，當開門了，要安怎，係咯，我朋友咧嗬，其實咧我朋友就是南西嘅啦，係咯，南西就講，佢哋 Nancy 嘛南西咯，係咯，講下你估，係咯，南西就講，你厝對路樓開，可以講話準嘅嗰度，講舊位房間裏邊有一間房間嘅，南西講，你是安怎？你是到底是安咩？你是因為你啊，你看到嚇南西。看到啦，伊厝是啲樓下，唔是樓頂嘅，伊厝三層嘅。對，伊唔捌來過，伊唔知。樓下迄層嘅，特別三個 family 啦，迄間厝有一層一個 family 啦。南西你看到啊？係啦。哎呦！แล้วลูกคนที่ชูอีสิคนที่ชูแล้วลูกต้องมาดู過阿龍，唔係佢個阿龍嘅ชู特別ลูก看一隻梅ลู嘅時，ลูกจะไม่สุด走去梅阿龍。我記報咯，人哋我就講南西有一種嘅你樣嘅，以前教嘅咪看到物件嘛，我咪記報真係每個冇得搬先厝嘛，都好，我啲我記我直條 WhatsApp 裏邊有 chat 就講我冇得搬先厝，係咯，我咧就講叫一條記報本，伊叫我講你講啲厝嘅。佢哋外口嘅 exterior 我聽啦，我嘛 start describe 佢聽啦，講我做外口白車了，我開門，係咯，南西就家己接落去講嗰度，我係記講講你厝會路樓開，我就係講開門，你講你厝會路樓開，一直看到有樓梯嗰度，係咯，唔講路樓開啦，伊講你成看到走卡聲嘅，對，我成看到走卡聲嘅，係咯，各位伊講到我厝我房間咧是我困嘅房間咧是啲我正手邊嘅。你講掉咗是我正手邊，係咧要講一句話講，你聽外口應該是窗眼看得正清楚嘅，就是規日聽看到窗眼看到外口嘅風景是正清楚嘅。伊講到掉本啊，係咧講我房間是啲正手邊嘅，係咯，南西講一句話啦，第幾年就是，伊講按照你房間裏面顧自己房間過嘅。我知，我冇見過。嚇？咯，就是，迄個物件是無可能，你無來嘅，我厝你無可能知嘛，伊毋是 normal，伊毋是普通嘅 interior 咯。啊，南西朋友講，你房間裏面顧一個房間嗰度，係咯，伊就講嗬，迄個房間裏邊咧有一個囡仔，伊看到一個囡仔。OK， 我當然就是喺迄個房間裏面搞呢 ，OK。誒，阿龍，你講嘅時當然你有淡薄刺激哦。冇了，我關事咗咯。哦，佢家己厝嘅時候，家己厝嘅時候，特別我老實講，我當然困啊。我有當時我搬埋三間，我困醒咧，我目閉開目睭啦。我是頭小可刺淡薄啦，咪頭向頂管刺起來淡薄咧，我是看到你目鏡起來啦。你我常常會感覺就講有一個人看了我本嚟就。係咯，當今接落嚟告訴唔是你房間咗，接落嚟告訴係咩就？我度南西講過後咧，我無拄到搬下嘛，我嘛又無見咧咯，無插意咯，時候係咯，舊年就是過了啊個10個月啦，11個月咁聲咧，我有朋友喺北京嚟對嚟咯，伊是本地人，檳城嘅人咧，伊佢嘅口往本白嘅，細漢讀白咧，係咯，往羅街口就食啦。伊就對來走 marathon 咗，即係一個月特登有一個 marathon 嘅檳城 bridge 嘛。係啦，對來走 marathon 咧，我拄到啊，就少有機會出來食飯嘛。嘛甲伊厝咧，人特別出來食飯咯，走了了誒。伊食飯啦，我講因為厝啲係你等住半間，但我無得搬，無夠一年個，啊無人嚟因為厝搖者咯。誒佢伊只就屬甲 property 啫，伊只就屬甲俾厝嘅。所以我講來看，我厝攞出來特別嘅來看者啦。係啦，伊媽就講嗬，對啦。有囡仔嘛？因為伊只有兩個囡仔，一個是9歲，係咯，一個是3歲幾呢就。係你講帶囡仔去我厝一套，那囡仔若是唔敢接來啊，賣接來亂嘅話咧，嗬，就是厝垃圾咯。你叫我上次揾你款嘅道理嘛？囡仔唔敢接來就是厝垃圾嘛。我講帶囡仔去行咯，然後去到我厝咧，嗬，8號車了。叫囡仔入厝，伊囡仔真歡喜咗。我兩個囡仔9歲甲3歲幾嘅3歲半啊，真正歡喜咗，撞起撞落咗，走入我厝裏邊咧，只是家去佚佗。啊，我往度講笑咯，大人甲我講，哎呀，安我厝嘛是無物件咯，小情趣嘛，囡仔讀書界嘛，迄個南西唔知是唔是好笑嘅啦。係咯，接落嚟，我觀下你大人，啲聽會成班拍殼咯，係咯。9歲嘅查某囡仔咧，南西有甲你講，
有一個囡仔咩？一個房間內伊有講過，伊我買厝幾個，我搬入去大無久2個幾點時，伊就已經甲我講嚟的。好啊，John，伊就講我一個查某囡仔嚟的。後來我當咧，我唔講啦，John，唔等你講，還可以講。英國中你咪記。嚇。我就應該會做方面嘅。特別南西冇講是大波查某，伊就是講有一個囡仔，有一個囡仔爾。伊話，我一個心想當時一大波囝啦，我唔知啦，唔知啦。係咯，佢那裡大人啲聽人拍殼咯，成班時候，我咪學囡仔家己去自由發揮咯。係咯，就冇囡仔見到伊 iPad digital 咗。你知道佢 iPad 咧，伊小弟咧上去半咧，你嗬，就將幾部裝起裝落，我大人一個，我嘅紙一個，走起走落咯。係咯，伊嘅紙咧嗬，就感覺堅固嘛，咁。annoy 嘛，伊小弟哦，伊咪行入去，我有2間房嘅啫。頭一間房咧是我 guest room 嚟，客房嚟。客房咧我家己是無困嘅，伊較暗淡薄嘅，我無困嘅，我無住喺邊嘅。係咯，我捌看過。伊就夾咗伊嘅 iPad 啊，你看過誒？伊只就夾咗 iPad 行入去，迄個客房內邊咗。伊行入去了過後，迄個大部囡仔3歲半，撞去客房嘅門口嘅咗，叫伊子較緊出來。叫意志出來咗，你講 come out got monster inside。係咯，我覺得大人就響講話一半停起咗，係咯。我朋友就知道我講，你聽到我驚講後面物件？我講聽到，伊平時喺講話咧，伊只講冇啦，從來唔捌按喺講話嘅，伊不唔捌叫意志講出來啊，望住佢裏邊啊，伊唔捌按計志講話嘅咗，係咯，我就記報咯。我走去問伊講嗬 ，What did you say? You say got monster inside？ 講你裏邊看到 monster 咩？伊講有啊，你冇看到咩？有 monster。我講冇啊，冇看到 monster 都嚟。後來伊全超仔指頭前講伊 monster 企喺所在度。後來我就記報咯，我同佢講嘅 ，OK， 你講啊，monster is a boy or a girl？ 大波就查某啊。後來伊講 a girl， 伊面上喺度，一頭答喺度，一直答講 a girl， 我講 a girl， 後來我朋友就知道 Sandra 啦 ，Sandra 就講白白記報咯，講嗬，伊長頭毛是地頭毛，查某咪講，後來伊上半面上咗，伊講無頭毛。就係哦，那就係呢個應該 baby 嚟。嚇！伊講唔是伊應該唔是假細漢嘅 baby， 伊講伊無頭毛，所以我唔知講伊講頭毛短嘅頭毛長啦。如果3歲半大部見到無面向講話本嘅嘛，伊講無頭毛。後來我咪講 monster 啲做蝦米物件咗。後來伊本身變上喺度，一直頭講 monster 啲練古靈。所以應該是見啦，講菜應該是見啦嚟啦。應該是漢字誒。啊，講菜嗰應該是見啦，你講 monster 啲練古靈咗。我看到伊厝嘅時，我就看到搖拿個了嘛，迄邊甲迄間厝。嚇，對，係咯。嚇，係咪嘅？係咪嘅搖拿？伊會寫伊會我知，你十八你看到搖拿。哦，看到搖拿咯，伊會寫旁迄邊甲咯。呀嘛！到底係咧？伊個厝嘅位啊？伊頭一間啊？頭一間啊？能知啊？你來我厝啊，真正點正，你徛去我厝邊啊，你看我隔壁厝，若看到蝦米物件，你莫甲我講。我反正對厝咧，我打電話互你甲你講。阿公唔要緊，你莫聽我電話 SMS 你看。親戚，你免叫伊去你厝看誒，當今你甲伊講，伊就看到了，你叫伊去你厝做咩？你人學阿龍講㗎了，你學阿龍講㗎了，個借自己物件，你聽。我講了成，我甲你講阿晴子嘅厝。不，你看你一講了，時我俾聽你嘅 perspective 本啊，南西就喊浪浪做隻嘛。OK，嚟你講了，你嘅聲，我西差唔多要出喎，你嗱講我聽。我俾佢放曬，你嗱講我。你而家咪放佢來放啊，治療真㗎。我 headphone extension 只長嘅，我是頭家入面，我啷聽未到我嚟啦，特別我聽到我一個只長嘅，我只數。
亂講。學阿龍講個了啦。阿龍講個了，阿龍。OK，so 伊3歲半，今仔就講內面有 monster， 伊會知 monster， 就伊會記互我，伊記互我看，特別我大人是喊伊本看無嘅。你講 monster， 第1點查某，第2點無頭毛，第3點啲臉骨靈咗。แล้ว接落嚟咧，嗬，我就講笑咯，大人就講話，伊唔知是真是假，係啦，我就 start 講係你見哪物件，所以我就問伊知講，安怎伊平常時有肯講話，佢知講無唔肯講話嘅，特別咧嗬，伊就講伊嘅知咧嗬，古邦就當今9歲見啦啦，古邦伊也個3、4歲咁時咧嗬，伊去 kindergarten 嘛 nursery 嘛，係咯，伊對厝畫圖咗，啲房間裏面畫圖，伊畫爸爸媽媽嘅捆綁咗，就是一白白捆本嘅。伊畫爸爸媽媽捆綁咧，伊畫藤牙，畫面層，畫面藤牙外口嘛，有幾若隻啦，幾若啲 creator，幾若隻背條物件都白色嘅咯。你嘛看咧圖，你哋講嗬，即係物件？你講嗬，嚇藤牙外口嘅物件咯。你伊嘛就係講藤牙外口有蝦咩物件咯？冇物件嗎？你講有嗎？安怎你無看到？伊看到有白色嘅物件啲背條咗，迄個點解伊無你4歲呢？係咯，即係是頭先嘅 case 咯，即是指就唔是講有 monster 嘅小弟咗，即是指就係咯。第二個 case 就是應該厝是 apartment 嚟，所以樓頂會看落嚟咧就 guard house 咗，係咯。有一日你可伊指就看到 guard house 啦，guard house 人 at 超咗。伊講樓下我未記佢嘅名啦，有一個 guard 即係講你 Uncle Rajan 啊，真係一個名啦嚇。伊講 Uncle Rajan 佢 at 超咗，係咯。伊聽咧嗬，我朋友係指 Sandra 咧嗬，就條車鏡嚟講，安怎條車鏡咧？因為 Uncle Rajan 一個禮拜整死魚啊！特別嚇，係咯，迄個查某囡仔一啲藤啊會看落去樓下嘅 house 咧，講 Uncle Rajan 甲伊 at 手咗，所以甲伊 at 手咯。所以特別因冇做半行誒，伊講有可能囡仔會看到物件，我接落來我關係講上次講囡仔看會到，囡仔看會到，無做人就好了，我無輸咯。係咯，講到對一個伊嘅小弟咯，伊小弟同佢調喺房間，調喺厝裏面嘛。係咯，我就看伊小弟，佢就行去行路咗。係咯，伊小弟紅咁撇啲塗骹位看壁咗，然之後看壁 ，OK， 我廳咧嗬有沙發咯，沙發對面咪是有電視機咯，電視機咪是啲電視機嘅夾頂管咯，一個 TV set 咧，係咧有拖咧，有啲卡地地嗰種啦，亂架猜到我講唔記啊嘛，卡地地係咧有拖嘅電視機是喺啲頂邊啊嘛，係咯，伊小弟佢哋諗到撇啲塗骹位看掉。係你電視機嘅 set 喺拖嘅卡咧坑嘅所在度，就是講伊你到底有4個卡嘛，隻鏡嘅嘛，啊你小弟就黐佢哋人落去，看掉你坑度，看掉坑看到咪就變咯。你我就問你做下面，啊你講嗬 monster， 講 monster 喺度位，你講 monster 喺裏邊咗，然後我度未做半行本嘛，因為我冇看到物件嘛。你老刺激啊！啷個叫淡薄吉利哦？你計記錯。我吉利，我係指往天龜啊，指頭龜龜往。我計零，當點計零？你好像。我就吉利咗，係咯，吉利啦，佢比較緊咗，係咯，接落嚟嗬，發生更加奇怪淡薄嘅物件啊。好，接落嚟我就講嗬，我同你梅佬啦，網上同你到落位，一見另外隻所在咧就一見藤牙喺邊嗰度，一見網上啲邊度，係咯，我講昨晚你唔是講網上啲房間裏邊嘅咩？講冇，當見網上啲一邊。係咯，往愛，啦，假尾往別做半行，本嚟往時 just 當做講笑啦，係啊，嘻嘻哈哈咁攰咯，別做半行嘅嘛。低講嘅事啊，低講咯，人愛走嘅點時候，人愛出門愛走嘅點時候咧嗬，伊佢真係徛啲喺你門口去咗，喺你房間嘅門口去咗。然後門講嘢啊，你看咩物件？你講冇啊？你講嗬，網上固定哦。一想就係咗，我注意伊目睭，伊3歲半嚟咗，我注意伊目睭咗，你就講成人啲想條物件，啊，你目睭連一下啊，你講嗬，冇，你講，你唔是講 monster 喺裏邊咧？你講 I thought you said monster got monster inside，你講，你一想就係咗，你看到伊目睭是一啲想就係啦，解隻驚，解隻，no，你往到心裏邊大人就心裏邊想講。唔知是唔是 monster 佢咪講？叫咪講下叫
係咯，有條走咯，對除了嗬，一支啊嗬是嘅喏，第二節古仔教我WhatsApp 上班係點寫咧？一支 Sandra 咯嗬，就講嗬，喂驚啊，同佢講咧嘛，伊講嗬 Uncle Alan 嘅厝有 monster 嘅，伊買起啊，伊人講咗。我講，今日你叫佢嚟啦，講 uncle 俾 ice cream 嚟食。伊講唔係，伊講伊買嚟，伊講 uncle 嘅厝 monster 伊買起咗就。所以接落嚟咧，嗬，呢節節咧，嗬，佢發生另外一個事，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伊是啲香港過來，本是走 marathon 本咗。好啦，伊走 marathon 咧，大啲我嘅厝，伊東幫我嘅厝大一禮拜。伊大我嘅厝咧，嗬，走過 marathon 咧，嗬，伊呢節節，伊車起來咧，第二節啦，伊講嗬。我昨晚困嘅時候，我忘掉女嘅厝咗，你忘掉我厝嘅物件，我忘掉我困掉咗，伊忘咗家己啲困咗，伊看咗家己啲困咗。啊！你伊忘咗家己困咧，伊看咗家己困咧，面前邊啊有一個查某囡仔看掉伊咗。冇頭毛。伊無講有頭毛無頭毛，特別伊再講是查某囡仔，無清楚嘅，特別伊再講是查某囡仔嚟咗。係咯。係啦，我就 flashback 啊，我就 flashback 就係物件啦。我把你搬接嚟無久嘅，點想係二月啦。我搬接嚟啊個一禮拜過後咧，我就去香港佚佗嗰度。係咯，我搬接嚟咧過後，我唔是去香港，我是去 KL，sorry， 我先去 KL 去香港嘅。係啦，我有一個朋友，伊本是檳城嘅人嚟，特別伊規個口，甲咧搬去沙阿林大咧，所以啲檳城是無厝大咧。對於嚟檳城食飯嘅時要做工又好啦，特別大酒店，特別大客棧嘅。係啦，伊問我講，你有出嚟我大我喺東幫你厝喎。係啦，我食食嘅，我講唔要緊，我人無啲，特別你去搞我個椰酥絲，椰佬酥絲都大我厝咯，我係上前嘅，because 我食好嘅朋友誒。係啦，伊去椰酥絲咧。伊大我厝，特別伊頭家尾伊無甲我講到咗，我人再知嘅時陣，伊有 post 小影互我看，伊 post 小伊 selfie 啦，係咯，我看到伊 selfie 是我嘅厝翕嘅嘛，所以就是講伊有去我嘅厝咯，對唔對？係咯，伊去我嘅厝，係咯，伊翕咗 selfie 過後，係咯，即係11個月數過後，我問伊講，你有感覺到佢物件刺激哦，因為我。當今有努力人甲我講我厝一個查某囡仔咯，係咧，伊講後面就，伊講 actually 嗬，我無大你厝困咗咋？嚇，你唔得，安怎你無大我厝困，你唔是去我厝咩？去來我厝啊，特別伊無大我厝困。我講做咩事你無大我厝困呢？伊講好似伊入來了過後，伊嘛 make up 咯，陣 shower 㗎啦，要準備出門去搖咯。係咯，伊扣好是家己物件，㗎啦咧嗬，伊感覺到刺激咗，迄一日，因為有一個黑色嘅影，細細隻嘅，徛喺邊仔咗，所以伊就亞蘇斯扣好物件了，就走，嚇 steady 咁走啦，伊冇該 steady 走喎。好啦，伊無來我係厝困咗啫，安尼款樣咯。係咯，我當今咧嗬，係咯接落嚟咧嗬，接落嚟都好都到一個 case 咗。我估上講有關係，關係是無關係，伊是無關係。特別我有接落嚟有大部分嘢俾講啦，就是我係誒maintenance office 嘅人啊，因為我就有一個 management office 嘅，伊是我一個 neighborhood 正好嘅，因為一個 management 嘅先，伊 management 行業。SMS 我就伊講嗬 ，Mr. Win 啊，做咩事？伊講咩物件？做咩事？你去開迄個塗骹，迄個都講迄個塗骹有龍膠嘛？伊龍膠頂個嘛是有鐵嘅咯，時候。哦，係冚掉啊！鐵冚啦。伊講做咩事？你去開迄個鐵冚咗？我講嗬，開咩鐵冚？我第時去開鐵冚。哦，對厝頭整嘅是得咯喎。我係厝頭整。你講我去開迄個鐵冚咧嗬？去看迄個。龍膠了，鐵殼無冚到對咗，伊講安尼款真危險誒，按車行過時啊，規個車鏈咁嘣住佢裏邊，真危險誒，人行落去拔刀塗骹，加落去下底嘛，是唔是？你講後邊物件，我完全唔知講佢物件咗。伊講嗬，我係啲 CCTV 看到路咗。係咧，嗰時半暝2點咗，我講忙笑了，後尾半暝2點我無啊。
伊講半暝2點，我都困去了嘛，我睡點聲，睡好睡點聲，講我困去了，迄點聲我香港嗰邊佢未走過，我唔會講佢，我就是唔會講，琴晚我哋2點鐘瞓到覺噶咯喎，伊講是啊，咱困去咧嘛，你講你面頂都是講係呢，我哋 CCTV 看到 lose 咗，然後我就奇怪咯，我就心未定啊，就心未定啊，就我咪教我朋友白白走去 maintenance office 去 management office 面看咯，伊開 CCTV 看，我看了我是有淡薄就才驚誒，特別我看較細字看啦，唔是我來，迄個人唔是我來就。伊看就有一個人，迄大部件，甲我嘅衫是相誒，規個 pattern 穿嘅衫穿嘅褲相誒就真正相，我個看就只驚一下。啱就係講，誒，是亂很啊。真係我特別我一兩名，我就講唔是啦，唔是我嚟。你講我看住種，伊個衫就唔會物件俾。伊個鐵冚有啲柄無，有啲邊啊無。有啲，要開掉。哦，所以唔是拆嚟啦，炸機唔是要頭踢伊個鐵啦。有人要偷睇伊個鐵冚嘅鐵，你知無？伊來去用伊個鐵。actually 唔是，真少數呢 ，actually 是真正少數呢，就伊是有一個大部件啊。伊講，伊個 management office 人會懷疑是我，是因為伊捌看過迄個大部件誒。因為規個 neighborhood 無你10間厝呢嘛，100家了嘛，對唔對？然後伊大20年，100家了，伊捌看過迄個大部件，所以伊想我是我嚟，然後。伊看到個人壓手，然後伊朋友幫伊了，伊朋友 ghost down 伊車都轉去外口出大路對厝，然後伊咧慢慢就行到對家己住嘅所在度，伊行過點時咧，伊紅磡停一下，然後規個人哭落來去爬迄個鐵冚度，爬鐵冚了啊，伊叫個人兩隻去內面，然後佢起來了，佢行到對伊厝度，然後我講我唔知伊做咩物件啦，因為 CCTV 綁嘛，我唔知伊做咩物件。特別我甲伊講第一點，呢個人唔是我嚟 ，confirm 唔是我嚟，因為我感覺到有呢頭毛嘅，唔是我嚟。然後第二點，伊行入去迄一間厝咧，嗬，唔是我嘅厝嚟，因為我係看到我係車嘅頭前嘅灰嘛，乾啊灰嘛，伊是佇我嘅厝頭甲起一間，起兩間啊 ，sorry， 起兩間我甲行入去嘅，所以唔是我嘅厝，是我嘅 neighbor 咧，我隔壁厝邊嚟。伊是唔是講我朋友係一間？我講我看到我頂住我叫你廚師，我等到啲外口時，我隻朋友話車對嚟嘛，我講我看到隻朋我捌伊嘅嘛，去哪間去山頂嘅朋友哪間？我唔知是唔是一間咯，我就講唔是我做到掉咯，係咯，交俾我唔知頭唔知尾咯，所以我講我總之唔是我啦，你家己特別去查啦，家己特別去 investigate 咯，係咯，我就順刷，依段20年嘛，我順刷未講佢，誒，你知我哋厝嘅歷史啊，我厝裏邊咧，古早下面人大過，伊念解了出來互我聽啊，伊知我厝下面人大過，伊雜個了嘅就一段20年啊嘛，因為頭是手上面，第二手上面，第三手上面，係咯，我哋咩？20年我上個你厝是新嘅咩？我上個你厝新。20年誒，伊講佢嚟告訴我聽，因為伊是頭一間誒，伊是頭一個 one of the first buyer 嚟，所以伊曬個了誒，伊佢嚟 neighborhood 後邊起來整，伊已經買了誒，樣渣到接手誒，所以伊就講你厝歷史咗，後來我就講我係告訴佢聽咯，後來講啦，伊無幾長咯，伊就才驚，安哥就才驚，伊講嗬，冇啦，後尾查某囡仔。你厝無可能有查某囡仔誒，特別伊講了幾後，伊個小可想一下咗。伊講無，我捌誒安尼一手無人有查某囝誒。後來伊向咧停者，伊想講，特別今日有一對，第有可能咧嗬，是有一對紅包，迄個兩紅包咧嗬是日本拿來誒，特別咧嗬，也無甲人講話喺度，所以伊猜講，若是講是嘅話咧。本是人夠有可能啦，村嘅人個了是，伊知個了嘅是有拍 call 有 say hi bye 嘅，應該唔是咯，是迄一對嘅本來紅包食店嘅無講話，上帝有可能不是人啦，特別無可能有查某囡仔住喺邊，伊家己唔知嘛，我講我唔知啦 ，because 佢嗱嚟 case 咗，但人冇講互我聽，講我厝裏邊有一個查某囡仔，我別做幫嘛，我實際講互伊聽咯，所以我猜到有可能是甲咧日本人有關係啦，然後接落來。伊去 find out 到隔壁厝 actually 是有一個伊 nephew 伊個孫仔來伊厝佚佗2-3日嘅，係啦帶伊厝，啦暗暝半暝甲朋友出來，食飽了當伊厝點聲，伊行過點聲，伊個電話加撈一個龍狗，伊去病咧鐵琴咧嗬，伊手拿衫，
收垃圾咧啊，伊袂記成講咧啊，伊撳條電話啦，伊行入厝裏邊啦，伊袂記冚。冚哈。đúng啊đúng，特別我問你一個啊，你講這個 uncle 講啊，伊知 all the people 大去你厝嘅位啊，伊人大久哦。無久，梗係無久嘅。應該講真濟人是 investment 嘅，真濟人是 investment 講買了無大，買了無大呢，真是 weekend house 呢。你講第清楚是有大條，就是迄個日本嘅紅毛咯，有大落去嘅。像你嗰陣是 weekend house 嚟。本嚟紅毛伊 pregnant 過了，伊會見那死啲巴肚會死掉啊！妹啦。那有可能啊！有可能啦，有可能啦，伊人是收靚誒突破個查某嘛，無條啲伊人生一個囡仔了，伊生下係 Maybe miscarriage Maybe miscarriage。可能啦，這裡我唔知，我本無想會知本。呀，你後悔啊？未講你講住。真真兩百啊！嘢講笑真兩百啊！我聽到。我是無咁嘅記了，特別老實講啦，我是家己唔捌啲去一間房間裏邊困過嘅咋，我家己唔捌咋，我當然不唔敢本咋，所以我當然咧嗬，我報咯，我報講有可能我厝上店啦，需要人啦，所以我咪做 Airbnb 咯，我做 Airbnb 你問下 Airbnb 人講啊？我冇同人講啦，我到對外口嘅是 Russia 嚟應該比較聽。哦，係啦，我冇敢講。阿毛，我講 monster inside。So Airbnb is advertised as comes with free monster。喲，刺激！哎喲，啊，我咪每年就是嚇南西。南西講為厝嘅。你厝對面無厝嘅嘛？是唔是？嚇？你厝對面是無厝嘅嘛？是唔是？啊，無厝嘅。大班嚟嘛？你厝對面是插下你，安怎講啊？厝長個了了。你捌去過清水厝未？啊，厝長嚟嘛？你捌去過清水厝啦？我唔捌去過。我都唔知過啊！即係你家己安尼可能，即係我去看咯。你安尼看第三粒目睭看啦 ，OK？ 啊，去看咯。我 recently 早幾若個月啊。看過有加一間看啦，特別我唔係講伊厝發生蝦米事啦，伊叫我看，我所發生咩事我唔係講啦，比較細你當伊家己來講啦。我是講我看過後。當你家己來講，意思就是講那邊的福建人本來所請一啲嚟嚇 ，OK。當你家己電視來講啦。OK。然後就是你在你是最啊，看咩起來嚟幾日 ，OK？感謝。OK。你知我是講係咩？你家己出現啦嚇嘛？我係知。continue 我係個數嘅 first part， 我幫你講掉嘅是 second part。OK， 哦 second part，OK。伊就甲我講伊個家己人嘅厝有物件，安尼款。你迄時我佇厝嘛，我講 OK 啦，我甲你看者。伊上路甲我着。啊？你嘅朋友上路甲我着。有上路甲你嘅。OK。有上路甲你嘅，伊本是 KL 啦，特別唔是你邊邊得使。了。我就問伊 roughly 問伊咯，我講你家己人嘅厝是毋是白色啊？是毋是啲愛行是真啊遠嘅線路才會到啊？伊講是咯。你真係知咧？你是成日講你實在可能知啦。無，伊就講嘅是我就有 image 啲我係哪有嘅。哦。啊有 image 嘅，所以所以問伊 roughly 我講伊厝是毋是無厝頂嘅？伊是平，伊厝頂。你講是啊，然後 OK， 我去監厝啊啦 ，OK， then 我入去咯，我入去，我甲伊講 ，sorry， 我入袂着看，你知做咩哦？我看到我到伊個門爾吼，我頭捎咯就我唔捌你款嘅，我就問你會入着，我會入着厝內面看嘅，我啲大門吼，有兩隻哦，紅色嘅 devil 啲兩隻門等我。耶！讓 block 掉我咪好接。我甲伊講我接袂到你厝看，特別免接了啦，這兩隻就是已經甲我講。係咪物件你已經知啦？其實甲我講這是這間厝是 belongs to who 咯。我講我接袂到，都這兩隻甲我啦，免個入去看啊！我講都未做蝦米啊！我未做蝦米啊！你屌家己人搬啊！伊講袂怪，伊講袂怪吼，伊家己人是搬了嘅。即係伊甲放棄安款，
แล้ว伊讲袂怪吼，伊家己人叫过迄个师傅去看。迄師傅啲屋口爾，你知哦，未接厝啊。伊個車到屋口爾，伊換車換到屋口。你就解家己人講，你搬，我買自己看咧，你搬就咁咩？哦。人家都唔係講為厝誒。啊？講為厝啊？啊。我去咗先。誒，不，情知 ，maybe 因為 there's certain things 啊，較 private 嘅，咪甲你講先，你家己拎，咪 publicly 講啦。publicly 嘅講 ，privately 嘅講啦。แล้วเรา係咪 interesting 告訴個嚟講？嗰隻 devil 是真正惡嘅，好在用，是惡間嗬講真啦，我人唔是普通人會關人走嘅，冇用嘅呢件做。哪隻啊？你講你看到哪隻啊？身軀紅色嘅。會身軀紅色嘅，成個 devil 有格了嘅。我未接啊！我根本未接，我。梗係 classic 你超夾到 pitchfork， 要超夾到。冇夾啲，我夾掉，安尼款咋惡看掉啊？你伊邊啥物？伊邊是人嘅邊係是 devil 啊？kim笑，哦，成個人邊我是看咧 typical 咧 devil 咧咧，嗱隻手柄到手柄，卜隻 angel 隻 devil，然後咧 devil。阿摩嘅款係鄧人嘅款。阿摩嘅款係 devil 嚟。阿摩款呢，有格誒。哇！阿 devil 個阿摩勁啊，từng lần rồi。你配阿摩壞裝嘅 devil。阿摩 image， 阿摩 devil image 啦。因為the list 係咪樣啫？你我問 ，OK 啦，佢發包，我別去，我冇接到你，我冇接到迄間厝看啦。然後佢後邊見咯，你嘛，我冇看了，鬼名我就講哦。我看到，即係伊來教我正格去，你知唔？你對了我咗。你對咗啊？鬼名嗬，我迄日我4點幾我才困，伊鬼名就是佇我嘅空啊行來行去，就是把路我向掉嘅即個空啊，我一條正甲把路向掉嘅，即個空啊，我即個空啊是向掉我拔掉嘅嘛，所以就是行來行去，我坐佇我聽，我有看到，我聽是看到即個空啊嘅，我聽到我十倍聽不看到即個空啊，即係做古嘅事啊嚇，做古嘅事啊。啊？作古嘅事啊！啊？作古嘅事啊！個古一個字。古貴正翻你事。OK。了，伊作古嘅走係咩物件？伊行來行去，了我無插伊，我無插。了我去困了，4點幾走去困。去困了下，了我會驚吼，伊毋捌講半暝家己起來吼，家己起來驚嘅，你知哦？伊迄隻暗暝家己起來驚。驚是啥夢遊嚇？成個。硬辦可能，伊起來伊放一本好會叫我，แล้ว伊迄暝伊起來，伊愛行去，我看伊行條去，就是我條點買困，我4點半去困啊，我無困位，我佇眠床位，變來變去，未困，唔想未困，本來我幫伊看我知伊未過掉啦嚇，我過掉，我看掉到底有做咩鬼哦，แล้ว有影咯，我會驚，แล้ว我叫我會驚，我驚甲青，我一行起來了吼。家己一人行去倒落，你知哦？我就叫伊哦，叫伊個講，我問咯，去倒落。伊講，我去倒落，特別伊毋捌你看你較一叫青我，因為拍緊暗啊，見到晚那家己行去倒落，你無開開，無叫大人咯，知哦？你家己一頭安尼行去，行去，伊就是差唔多阿爸我困，我去房間了，我困落去10個無啊，到我點鐘內面你看咯。我條點解困呢？我就是看伊做咩鬼嘛，我就是看伊兩隻有做蝦米物件哦。แล้ว我行去咯，แล้ว我叫伊咯，แล้ว載咯，แล้ว佢後物件啦，跟住伊，我們拉曬伊哋對了啊。แล้ว我就夾真啊大聲，我甲我朋友講啦，夾啦。我講我去看呢，我就唔是愛去關伊人個啥物啦。我講迄間厝就伊人啊關來做咩？都毋是我實際去看呢，所以我是無講有harmful到伊人啦，嗰個意思啦。無 threaten 到人啦。我愛的是伊人，佢家己大大聲甲我朋友講，佢咯。所以互人知，也是有聽到伊就知啦，嚇。了講了吼，有影我係心吼，規個心靈甲了爽甲了啊，無迄規個早起我心情無爽。你好南西。
南西我聽你講啊，你可能我大隻勁做呢幾年啊，30幾年啊，平安我咁樣乜嘢？唔係佢只係，但所以我就是講，免去梅晒啦。就是我梅蘭啊，你講梅話講，你梅話咪講，你冇梅話咪講咯。係啦，我問教我講就對我唔買梅嚇，讓別人梅使梅一講我聽 show 會聽會啦，特別我所以你講我就冇愛 disclose 係名，因為。伊甲我講伊 story 嗰間 girl 啊，我講做咩伊厝做咩發生安怎樣嘅了？ please 叫佢來哈，你請佢來 OK 哦。對啊，我有甲伊講叫伊來。嚇。甲講。OK， 等下個月先攞出嚟來。girl 啊，我就講食 girl，我聽到我本 girl。誒，所以再講嚟。咁犀，我係啲大啲 hotel 嘅時候。girl 啊。嚇。我房間內面有物件着。嗰啲是有嘅 ，confirm 是有嘅。嗰啲我係知大過，我去過厝伊我知。了。即係咪？伊 because 伊有一名是做亂話。伊你是只榴蓮只手仔啊？冇。嗱你當我快到特別。唔是，有年誒。人家做亂都講啊？伊做亂話，我困半暝，我。但暝我困啊，我 about 3點2點我醒起來了誒。然後上個人叫我直直叫我醒呢，你知哦。然後有一日是伊做人話，就是我要醒，伊唔互我醒，熱了我，無賣互我醒就對了。是哦，人使是哦。你唔醒熱咁。伊唔互我醒就對了。然後我再講我要請咧，伊未互我請就對你知哦。但係我自己嘅時候，我就講，哎呀，唔知呢間房間有物件嘅喎，我心啲安尼想，你知啊？表咪是。你個大啲房間唔係是實想啊？冇。誒，我未錄呢。再講，你知啊？佢哋所在嗰邊 Gurney Drive 嗰邊啊，唔是 Gurney Hotel 啦，特別。你去到嗰個路頭啊，啲話依個路頭邊，頂擺古仔是有一個客棧呢，佢那浪多了啦。特別我嘛講啊，人細漢嘅時候，人講啊，佢哋客棧啲路頭 Gurney Drive 嘅路頭嗰邊，路灣被接落個 Northern Road 嘅嗰邊，佢哋客棧啊，依人講真係垃圾嘅，有貴嘅。我冇看過嘛，我冇個我。真係古以前我冇甲人講過啊嘛。講過我知道。啊，我想未去到底倒落位。你知係咧伊就是伊嘅隔壁。Bangkok Road Clavai Road Bangkok Road 嘅 junction 啊。現 Gurney Hotel 嘅隔壁啊。哦。你過嚟是。你在嗰邊？我 Sunrise 係邊嘅事？我 Sunrise 係。唔是 the other end of Gurney Drive， 唔是 Sunrise。哦 ，Paragon 嘅 Sunrise 係 end， 唔是 Sunrise 係 end， 伊係長嘅 end， 有伊係 Catherine 長嘅 end。然後你去 Gurney Drive，你去時你搞伊係 boy 時你特別彎正出邊嘛，你特別彎正出邊，你接落個 Clavai Road， 邊點啊？邊啊？路頭。哈咧落頭，正擺會出嚟劇站嘅。被豆沙邊喺邊界。被豆沙邊喺邊。哦。係你 Green Parrot 嚟位啦 ，Green Parrot 係咪？冇，你知係位啊！我嘛甲你講過啊，嘛即個故事，前日古以前幾十年，冇幾十年啦。我啱有20年以前。about 20 years ago。然後我嘛是暗暝，我過下邊仔哦。過了啊，我Gurney hotel 了，但係我未到Gurney hotel，我昨天去那看到上個有人要過街咯。哦，那查甫誒，嚇你叫baju kurung誒嚇。唔是kebaya。冇，以前長嘅衫，然後淡薄 grey 卡咧。我會記，就是南西講，伊 describe 嘛，講你穿條咩衫，就是我頭一擺嚇到，就是南西講咯。哦，就是嗰邊，點解有 hotel 嘅咩嗰邊？嗰邊隔啦，邊係你講呢位咯。係講呢，唔是伊一間 condominium，只。對 ，number one。one Gurney 啊，Northern Court 對。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Persiaran Gurney。Excuse me, that 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 is not Green Parrot 嘅位，it is Northern Road 嘅位，Northern Court 嘅位，the old Shanghai Hotel。
上海 hotel 是大陸嘢，我想未去，就我哋所謂想未，即是。你在Bangkok Road，你在Bangkok Road。Where Bangkok Road crosses Lawai Road and Northern Road, the junction there. 講你 Gleneagles 嗰邊嘅了邊啊 ？Gleneagles 卡去Gleneagles going towards Gurney Drive, that corner. 嗰你啱講啫，嗰你啱講邊對，呢度是the opposite side 啦 ，away from the high 邊，你 condominium 嘅 the other side 咯，以前嗰你啱講大處長啊嘛。特別我講嘅位度是 high 下邊。哈，特別你講，我就是俾想講你上海 hotel 是到底搭一家？上海 hotel 是你在個有當機咪 building Kelawai Road、Angkor Road、Northern Road merge 掉嘅啦，三條啊。下邊咪是我 talk about Green Parrot 是 Sunrise and Queenie， other end of Gurney Drive。對 ，yes， 講定到你 Apple switch 嘅 building 古渣古老嚇。頭一間去刮得，嚇，頭一間去刮得，對我不記得邊做 podcast 嘅，但係你學咗。你講安怎啊 ？Because 啊，古渣日本啊，店先啊，你上海啊，伊有 underground 嘅，伊什麼passage 呢 ？one level 咯，伊隔壁間拍人死嗰邊嘅位。伊人 requisition 伊劇站。用做伊人嘅 interrogation 啊，是蝦米？特別我細漢時我本會記伊劇站，伊無蝦米管嘅啦，baru no salah。但伊already demolish 啊，係咪？我細漢時無 demolish 過。but now 冇啦。伊 demolish 咗，伊度起下你 not Persiaran Gurney 嘛。古渣behind this Persiaran Gurney 啊，有徛厝咋哦，嗰啲紅樓啊，一間嘅。我古渣我伊若是無浪多啊，伊是 number one Persiaran Gurney 嘅隔壁。較後邊，後背，我知啊。我古早咧迄個徛厝啊，我先對來 from 英國嘅點先啊，我大檳城啊，下晡時我去拍球拍 tennis 去 Old Free 食位咗，所以我有一個朋友伊帶去一間迄個徛厝，就每間哦，我看車去嗰邊北外交邊啊，我兩人行 along Northern Road 去 Old Free 啊，伊個厝啊。伊家己甲我講，我人佇行佇會行去 Old Free， 伊佇會我聽伊講，伊厝有物件誒。伊講伊厝有物件誒，暗暝啊，伊個房間誒門會家己開，會家己冚誒。家己你，我個請問問，當我問看一間到底 Skype 嘅，一間我無你甲 connect 有 connect 有未啊？除了龍到底 Skype 個另外一間有 connect 到嚇？有啊。有你名咩？真正？我啊，你好啊，我唔知吼。喲，我好緊。咪可以攞你名啊，好尖。安尼啊，叫我珊珊咯。珊 ，OK， 嚟。OK。我叫你講珊。我唔想冇嘛，我是男朋友嘛。三叫叫。三叫叫啊！三叫有名咧，有人叫三叫叫啊，唔是啊？三叫叫啊！叫三叫叫，我叫珊珊啊。你叫lâm陳教授追嚟，lâm陳嚟。我講我教了個講 short 呢喎。係咪嘅？慢慢講嚟。我講我成規一幫嘅咯，我好緊唔是講。哎呀，別擺啊！邊度嘅？嚇，嘅佢臭話，你見咪時刻等咯。我講你頭一擺起來啊，劉林，林陳，你頭一擺起來啊？頭一擺起來，特別聽人顧問啊。你是怎介紹你聽頭一擺隨啲事？我 office 人介紹我聽咯，我聽只古本了攞年證安尼咯。冇來，你冇來 call 我現調嘅 show。我冇喎。立有去啊你冇？有招我去，但係我冇應去。立你啊！
แล้ว嚟咪講，你是唔是成日喺邦加利呢拍攝啊？有淡薄歹勢。做咩事拍攝？我無明白，做咩事我拍攝？阿龍啊，你叫我同你講哦，我同你講即係 BB 爸爸同我講隻一人就，哎呦媽呀，拍攝唔加去，你叫。就是上個之前林燦你講我做咩事拍攝？你叫我掠你去帶下，還是叫我收你？冇啦。我淨係少尋人嘛，然後臨時我同事嗰時我係朋友嘛，起來咯。我叫你較歹勢啦，有你較細字人，白刀佬細字人，俾個佢家你坐落，咁落掉頭，我內坑去嘢，唔能仔都是住。OK，來就去講你幾個故事嚟。我講是按照你講你學嘅話講冇好就 OK 啊。你平時到處講咩話？華語哦，你特別外口出去外口嘅時候講福建話啦。甲別人講那邊本正巧。哦，不要緊，你聽別人福建嘅句，你不較進步咩？聽了無講嘛是無用嘅。啊，但係你嚟參網冊謝啊，嚟參網嘅謝，當今我哋 internet 個未看到你面個面了抓落嚟講。我教你，未曉我係教，未曉後邊係教嚟講。OK， 然後我講是我舊年去台灣嘅事咯。我舊年去台灣住一間 hotel， 唔是 hotel 嚟，成個民宿啊。民宿係咩？民宿是成個OK， homestay 咯。然後伊是around 靠山咁樣。我山邊啊。我山邊咯，伊是。有溫泉嘛，然後伊正舊嘅 hotel 嚟，正舊嘅民宿 ，OK。係咪為民宿係咩？我唔曉聽喎。homestay。sorry 啊。然後伊個 toilet 即係搞到正舊嘅，然後看到是正陰森恐怖哦。陰咧，同埋恐怖，恐怖。然後我甲我幾那個朋友去嘛，然後我帶甲我嘅 girlfriend 一間房間，然後我朋友三個。另外一間房間正拜，冇啦，然後嘅話批是加 key 嚟咯。加 key 啊！你個講嘅係多字。係啦，我加 key 嚟。別怪咪就咩清楚咯，把刀好，直到往做 show 嘅時候，然之後可能嚟住頭我學落做咯。嚟，然後困咯，阿妹困咯，阿妹無事。然後早起嘅時，我有調迄個腦袋起來了嘛。然後我醒起了，我去倒咧醒在伊倒咧本正咕咕安尼咯。然後我醒在我是無事，然後我出路吼就我嘅 girlfriend 吼就坐一個去上 A 咯。After that，伊看到物件，然後伊無講。然後伊點，伊無出聲本咯。然後伊出來，伊本無甲我講，伊佇房間內無甲我講。然後我馬路後生囝自家係 selfie 嘅嘛，對。然後佇房間 selfie 第一張翕嘅時，伊嘅相機我嘅面是totally clear 嘅，無蒙嘅咯。然後伊嘅我個 friend 面頭是迄面干那面爾是蒙看無嘅。蒙有淡薄蒙佇面。第一張是伊個 effect 是安尼哦，然後我本來是我嘅手準啊，是安尼哦，我翕第一張哦，然後我翕第二張是本是上小哦，伊個面啊蒙嘅，然後我 feel 無對片哦，然後我講叫伊較尾走咯，較尾行我落去啊，然後我去下骹是翕相是 OK 無物件嘅，我 expect 伊甲我講頭媽伊佇台咧是看到迄個有一粒看到玻璃頭啊！玻璃頭佇背條一路苗了無佇遐。這是叫做玻璃頭係咩意思？就是看到半頭了。頂面一半，還是一一半，是倒邊一半才正？這是 left right 啊呐。頂面啦，頂面啦。哦，然後呢，看到目睭鼻腔會起啦。哦，一個影呢。伊是唔是就啲shower 個燈嚟看伊係啥物？
唔是，伊是條有一個 window 咧，伊是 window 邊啊。哦，現在拖出來了，拖出來了。出來了！像個阿龍嘅 monster 去外邊看入來。誒，最後我想，lâm產都是唔是把都當 honeymoon 對嚟？唔是啦，我個後生冇教應過啦，就去拖呢。哎呦，人講都唔緊咧，你簽一個。你咪未快神擺正好啊妹。唔是，因為我 suspect 講伊是一個人啊，我巴魯去食教因呢，我什麼原因咧咯？我都想可以。啊，你怎麼是叫我講啊？是唔是咁配啊？哈，伊講嘅嘛是啊，頂擺我講過我去台灣嘅本咯。迄間房間就會入去啊！你都垃圾講迄間房間啊，是真正無爽，真正無爽嘅哦。咁配啊！嚇，咁配係你相啦，我要看你面啊！咪啦，真啦，人流啊，會有。嗱，我學到看伊舊影相係咪？係。等我除我小影。哦，嘛去咯，了就是伊嘅房間垃圾嘛。了，我昨下嘅時啊，我唔敢開門，我門本無鎖，因為我直直看到有人喺邊看我昨下。哦，特別唔是插半日啦。唔是啦，我垃圾台灣嘅學弟話，隔了無咩清氣嘅咯。哦。我南西就講了，台灣嘅客棧啲垃圾嘅。哦，直接講啊，南西講啊，台灣嘅。嗱，後尾做大玩呢？嗱，咁配。看，哇！啦，我看到。誒，我冇看到。你冇看到啊啦？起來。哇！咁配。哇！這裡是balloon呀？這是 balloon呀咩？誒，咱冇翕到小影咩？咱羅人。冇啊，咁配。有啦，咱去食 lunch 本有嘛？哦，快線有。嗱，這是食到多時，該好了，我即個賤啊，到到攞，我自己 cut。你會咩急個？啊，會咩急個？這是我會咩急個本係是，我袂對我學到蒸噶嘛。伊隻是真了隻蒸啦，我都對伊是蒸噶咯。哦，只你頭毛係花計水一個咯。แล้ว我ดูต่อเทิง我ดูต่อเทิง看ดูต่อเทิง啦，看咁配啦。等陣我個看，嗱你看我自己 cut ดูต่อเทิง個，你看小英個你看。哎呀，John！誒，我講你聽啊，我係時去交兵嘅時啊，我就冇聲，係我特別去吹領帶，黏埋褲帶，浪膠水，浪膠水，你看羅寬啊，我黏嘅隻攞拗啊，黏掉。哎呦，老咗先嗱，我諗看我今日蘑菇，嗰啲等陣隻古嘢告訴我，使唔使教後諗看你古嘢人？嚇，呢個最主要，個請到咧咁配個請到一個囡仔背哦，你看，解 Q 官，一個 page boy，係對哦。哇，梗係水咯。你講話呀？哦，我想你講話水。伊係 trainer 一個 coach 呢。一個 coach。差啦，呀。等陣我講你看即是蘑菇加咁配啲個口嘢拍卡。我俾看嘢 end 到把啦。你俾看你俾看白半啊？我要插半啊！看伊個哈，你要看啱啊？插半支啱啊！看，哎呀，死！sorry， 開始啊，插半冇翕。應該冇看到啦，你講插半衝得來，衝得走，應該冇啦。Because 也是唔是真係重要。因為迄自己是查某朋友做插半是。未怪啦。一半呢，伊就走咧。查某朋友未怪啦，即係 John 去插。我咁配強起，如果將成了計水一個咯。喲 ，thank you， 我冇拄到路，我激死我呢！你見到啷個啊？喺前面邊拄到路。哎呀，最佢都買來食噶，諗住別個呢？咩？因為插半放工食晏嘅事，我趕袂赴。
哦。哦，差唔多半間冇夠。OK，了，等陣，我咪講你舊英語講，不只講咱500 episode 時間講啊 ，because 我會講到幾多對嘢，我俾學即係南產佢講嘅一個，你放得走？我講過一個啊。嚇，佢講過一個啦，佢走。我一個本是我細漢即係做咩有下個嘅？啊，有啊，等陣啊。當劍咧，當劍阿哥。當劍 OK 啊。你講下。我講過一個是我細漢嘅事。我細漢是住喺金邦嘅嘛，然後我係講是做茶。Google Plus 人聽到伊哦。聽到。你會聽到 Google Plus 人哦。有少少。別緊 ，continue 講，先是你告訴我，去講。OK， 然後這是我細漢時，我古早是住喺金邦嘅，我係講是做茶咯。我做茶了有一個工廠，真長嘅，頭前是大啊，後尾是工廠咯。然後工廠後尾吼是建築吧，了我細漢時教我課程兩個人，然後細漢時無物件伊嘛，然後細然後走去後尾迄個建築吧，去挽伊個葉啊，啊去踢甲破踢爛咧，然後脆了我真enjoy 真煩嘛，然後走去甲我阿媽講，我阿媽甲我講，又罵我阿媽罵我，做咩攏去挽迄個後尾有啥物建築錢啊，咪個打我，然後我真驚，佢叫我去拜拜哦。然後我兩個人真驚，我著嚇了，我行去後尾時候看到迄個狼狗啊，伊真濟，迄個一步的烏色嘅頭毛真長真長。一撮安尼啊！一撮嚇着，然後我嚇到，然後唔敢去啊。然後伊個建築長是有迄個叫咩？伊個 flower 啊。建築花。建築花有一粒嘅，我看到我驚，我唔敢去啊。這是細漢嘅故事。伊迄個頭毛一撮是到啲狼狗嘅南邊啊是。對。本地無嘅，我踢之前是無物件嘅。哦。然後跳過去擺時有看只隻頭毛，我驚走。哦。這是我細漢嘅故事咯。OK， 然後嗱，你講，即是人講啊，講食狗屎啊，去佚佗啊，真係唔驚。你去踢到你剪嘅頭毛啊，點解你見做剪嘅頭毛？我攞嚟試下。安怎我係零嘅，我 basement 真係零。喲，我驚。OK， 我講幾個故事咧。係啦 ，OK，咱咪換 topic 啊。然後OK，I think 人哋講個 spring 就咯好 ，OK 哦啦，就不止講啊，我點半正嘅人講嗰時，我頂住時我去新加坡嘅時人講，哎呀，頂住去 live show 是老咗特別計啲嘅 show，我講那是 live， 那是講 live show 做點半正嘅人講啊，咁人對嘅了啊。講到方面試點啊！講單隻啊，講只金貝結婚嘅點先啊，你啲隨令訂俾食，然後講成個500，你第500 show 時間講。冇，我俾佢講，我諗去邊咧啊？因為英國上我諗隨談阿橋，只條阿橋。阿橋係咩啊？阿橋好流咯。我叫是唔是係你咖喱啦？lemon 了碎碎了，個荔枝一粒嘅嚇。你個好食，我就講啦，因為你一家長嘅酸嘅你看，令人我40幾年冇攤食阿橋啊。please， 看你500時間我講 ，OK， 感謝收聽，呢個就特別嘅片咧，感謝兩個嚟收聽，佢告訴希望咱今年先至貴，我直接順順利利啦。我是拄好順但你順去每個南西啊，拄好無幾個 episode 拄好先至貴啊嘛，15啊嘛，所以咧會使放我咧，我往間落嘅幾個 episode 咯。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咧我要感謝我嘅特別嘅片咧，就是來聽不拉真嘅，然後嘅金配同埋我講日本感謝金配，然後個阿涵冇機會講日本啦，然後唔要緊笑袂掉，然後個南西咯，其實先啦南西，我咪梅魯啊冇梅掉㗎啦，等第個episode 時間講，啷知唔知500 episode 是？即係應該是貴500啊。
这应该是贵500啊！这小出的是应该是500以了是500幾唔知。然後個有英國獎無上線幾冇就冇很貴個數咁樣講嘅。然後個有bowling，咁是bowling。jagung 咁是跟你 drive 幾出嚟呢？然後是個青子當見面買啊，頭尾叫林西看但買啊。我以前唔是把你看，哎，我去伊厝一頭看一頭解講嘅。喲，然後個一間是住嚟日本鏡。日本鏡 ，OK， 日本鏡特別冇講到。然後個有到啲位Skype 合併嘅第教講叫咩？咁時阿龍校長阿龍咁時伊講伊厝嘅 monster 嘅故事。然後個有淡仔新椒馬路加嚟教我人講嘅lâm產咁時啊。然後個有 actually 其實一人馬路加嚟，特別揾到聊嘅，右邊嘅是唔是右邊？是。右邊你會佢教我講幾個數？我見啊，你話你估啊，問個拖等你都個人命俾到。OK， agree，你計對啦。OK， 右邊咧是當叫我幾難嚟生啊，真正熱心一定真熱心嘅聽講嘅，右邊就是one of 人啊，但是我介歡喜啦，頭一擺到啲500出嚟時間講，感謝啊，各位聽眾收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